2026年1月30日早上，上環德輔道中一帶一宗疑似度身訂造的街頭劫案，令香港再次登上國際新聞版面。兩名分別27及51歲的日本找換店職員，從日本押運約1.9億日元現金來港，準備到預約好的找換店兌換。其中一個背包內載有約5800萬日元，部分報道以5100萬日元計。二人一下的士不久，便被賊人駁倒搶去現金。賊人隨即登上私家車，經西隧往九龍方向逃去。全程在早晨繁忙時段，行人雙下林立的主要幹道上演。警方其後迅速鎖定目標，當日已拘捕5男1女，包括3名日本人、1名本地人及2名內地人，並起回約1100萬日元及部分已兌換貨幣。當中更揭發其中1名遇劫人原來是內鬼，一度自演受害人。事件表面上是一宗典型街頭搶劫案，目標清晰，行動快捷，車接車送。賊人選擇在找換店門外現金交收最後一步前落手，既減低在機場及銀行環節出事風險，又能在鬧市人流中迅速融入車流。然而，案件很快被揭開另一層，6名被捕人士之中，有3人是日本人，其中1人原為押運人員，被指向同黨通風報信，令對方掌握行程、金額及時間，現已由純粹遇劫變成自編自導自演式內外夾擊。同一地段在1月中才發生另一宗約10億日元搶劫案。短時間內2宗大額日元在上環被劫，難免令市民質疑，這究竟是偶然，還是有心人已將香港某些街口視為專搶現金走廊？日本傳媒亦留意到，案件或與東京羽田機場早前一宗同樣涉及1.9億日元未遂搶劫的案件有關，懷疑同一批人利用港日之間資金流動及司法管轄差異，試圖在跨境漏洞之間游走。警方強調是次能快速拘捕疑犯，與遍佈市區的閉路電視及出入境監控網有關，但這種事後有效的安保，是否足以安撫公眾對預防層面的憂慮，則是另一個問題。第一，金錢想象與帶現金來香港的時代錯位。先由最直覺的一個畫面出發，2026年的今天，2個人孭住接近2億日元現金，跨境坐飛機來到香港，在鬧市落車，走幾步路到找換店，期間只靠一個背包、一雙手，便承載了一間公司的天文數字資金。在電子支付、跨境轉賬、加密貨幣交易早已普及的年代，這種操作方式幾乎像從上世紀直接剪貼過來。問題不只是危唔危險那麼簡單，而是為何仍有人選擇用最原始、風險最高的方法去處理最易惹火的資產？表面原因，我們很易羅列：現金結算速度快，避開銀行合規審查，節省手續費，或涉及灰色資金流動，甚或只是行業慣例未有更新。這次押運的是日本找換店職員，貴金屬行業金錢，易於與高價值、波動性強的交易掛鈎。亦有報道提及案件疑似與早前羽田機場未遂劫案相關，顯示這批人或已在邊緣地帶遊走一段時間。但越是這類資金，理應越熟悉國際監管趨勢、洗黑錢規例及反恐融資審查。當世界各地的金融體系都向可追蹤、留紀錄發展，一些人卻仍迷信現金在手最實際的安全感。某程度反映的是一種心理上的時代錯位，害怕被系統看見，卻低估被罪犯盯上的風險。香港在不少日本人眼中，一直是金融中心、購物天堂，加上港元與美元掛鈎，匯率穩定，使這裏成為兌換大額外幣的理想場域。對他們來說，帶現金來港，或許是一向都係咁做的操作，甚至被包裝成公司制度內早已慣常的流程。然而，當社會治安結構已因疫情後經濟壓力、跨境犯罪網絡、資訊流通速度而改變，過往做咗好多年都無視的模式，很可能只是運氣，而非制度真的可靠。在這個角度下，5800萬日元案不只是一次搶劫，而是一記清脆耳光，打在仍然沉醉於舊有金錢想象的行業身上。它迫使我們重新問：當你不信任銀行，不願被制度監察，你是否已經默默將信任交給了另一群人？那群每天觀察誰拿着什麼、走哪條路、幾點出門的有心人？第二，安全城市的神話與現實，我們到底安全到邊？香港多年來在國際城市安全指數中成績不俗，街頭暴力犯罪率相對偏低，亦長期以夜晚行街都好安全自居。事件發生在上環德輔道中，電車軌旁，商廈林立，平日人車川流不息，是典型開到眼都識行的鬧市位置。偏偏就在這個絕大多數人都認為安全的空間，2個人孭住背包，短距離步行，卻可以在日光日白被撲倒、被搶、被拖走背包，然後賊人上車走人。這一刻，我們不禁要問：
原來我們對安全城市的理解，一直是建立在我身上冇乜好搶的前提。警方今次的反應速度的確值得肯定，在案發同日，於機場及市區先後拘捕6名疑犯，包括3名日本人、1名本地人及2名內地人，當中1人更是報案受害者。部分贓款已在短時間內起回。閉路電視網絡、出入境監控、跨境情報合作，讓警方有能力在幾個小時內由街口追到機場。這種事後追查能力是香港一直引以為傲的治安基礎之一。然而，對於手持背包的2名押運員，對於已經被搶走的現金而言，幾個鐘內拘捕並不能抵消那幾十秒間的無助，亦無法彌補公司在風險管理上的天真。同一條街，同一個區域，上月才發生過另一宗涉及約10億日元的搶劫案，地點相距不遠。短時間內同類案件連環上演，這對安全城市的形象是一個極大的諷刺。原來我們的安全感可以在罪犯眼中轉化為容易估到出入口、容易踩線、容易觀察行程的便利。所謂治安好，也許只代表日常小市民較少被無差別暴力波及，卻不代表這個城市對高價值目標有足夠的保護網。更值得深思的是，我們慣性地把責任推向受害人，點解要帶咁多現金？點解唔請保鏢？點解唔用銀行轉賬？這些質問固然有其合理之處，但若我們只停留在你自己搶的層面，便掩蓋了另一個現實：香港的公眾空間規劃、商業區行人保安配套、前線警方巡邏及防罪宣傳，是否早已默默假設沒有人會這樣帶錢，於是也就沒有為此準備？當整個城市的設計預設了大家都循規蹈矩，不難理解為何當有人偏離這個常規時，就會落入犯罪網絡早已鋪排的灰色地帶。第三，內鬼。跨境犯罪與制度的尷尬空隙。案件其中一個最具爭議，也是最值得玩味的元素，是內鬼角色的出現。警方指其中1名被捕日本男子，本是負責運送款項的職員，卻涉嫌向賊人通風報信，成為由內而外的關鍵破口。在任何行業，只要涉及大量現金、保密資訊，內部人員的誠信都是防線中最脆弱亦最難監管的一環。你可以裝更多鏡頭，請更多保安，換更厚的保險箱門，但只要有人願意將路線、時間、金額賣出去，整套防護機制便會瞬間變回紙皮。這種內鬼加跨境的組合，尤其讓人憂慮。根據日本與香港媒體報道，案件疑似與早前在羽田機場發生的未遂搶劫案有關。當時亦有疑犯覬覦約1.9億日元現金，並被懷疑是一個有組織的犯罪網絡，專門鎖定運送現金的日本人。若屬實，這代表犯罪集團非常清楚整條資金流，從日本起點到香港找換店終點，中途每一個環節有多少人知情，哪一站風險最大。他們甚至懂得計算兩地警方的反應模式，在日本未遂，便把視線轉移到香港，利用跨境司法協調需時、資訊流轉有摩擦的現實，賭一賭能否搶完即走。在這個角度看，5800萬日元案其實暴露了制度的尷尬空隙。一方面，金融監管越收越緊，銀行、正式匯款渠道都被要求加強客戶審查、申報可疑交易。結果，一些資金，包括合法邊緣，亦可能是灰色或不願被審視的錢，被推向現金路線，在制度邊緣游走。另一方面，治安系統主要針對的是本地零散犯罪、街頭暴力、一般偷竊，而未必預設跨境犯罪集團加內鬼協助加大額現金在手這種組合會頻密出現。當這類案件一旦成為新常態，現行的部署便顯得滯後。香港警方是次果斷動用機場監控，快速鎖定目標，跨部門合作拘捕疑犯，證明制度在事後仍有相當效能。但更關鍵的問題是，日後如何在源頭減少這類高風險操作？例如，銀行及持牌找換店能否與日本等地同行建立更緊密的預警合作？當有巨額現金押運計劃，至少在保安建議上主動介入。兩地警方能否建立一套針對大額現金運送的風險資料庫？一旦同一批人、同一公司多次以相似模式跨境帶現金，便觸發額外評估。行業內部又是否願意正面處理內鬼風險？透過輪班制度、雙人審批、獨立路線設計，減低任何一個人一手通天的可能。對一般市民而言，這宗案件看似與自身距離遙遠，畢竟我們不會每天孭着幾千萬現金行街。但內鬼與制度空隙所帶出的訊息，卻與每個人息息相關。當經濟壓力增加，行業內部監督鬆散，跨境犯罪組織愈來愈懂得利用科技及司法差異，每個掌握敏感資訊的人，
都可能成為被遊說、被利誘，甚至被威脅的目標。這並非單一國籍、單一行業的問題，而是整個區域在面對新型犯罪時，如何調整制度、更新風險想象的共同考題。5800萬日元搶劫案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只是因為金額龐大、地點在上環鬧市，更因為它像一塊鏡，映照出多重矛盾。一邊是仍活在現今最實際信念中的商業操作，一邊是早已進入高監管、數碼化、跨境犯罪網絡橫行年代的現實。在這個落差之間，被打開的不只是一個背包，而是一整套自以為安全的集體想象。從個人層面，我們會本能地批評受害人為何要帶這麼多現金來港，為何不多請2個保鏢，為何不利用銀行系統。這些質疑的確指出了風險管理上的嚴重缺失，也反映出部分行業對自身操作的盲點。然而，若我們只停留在責備個體，便忽略了制度層面的責任。當金融監管將某些資金推往陰影，當治安部署假設正常人不會這樣做，當跨境協作仍然追不上犯罪集團的速度，這些案件便難以被視為單一意外，而是結構問題的必然結果。對香港而言，這宗案件既是警號，也是機會。警號在於本地早已習以為常的安全城市形象，其實是建立在特定條件之上。一旦出現大額現金、內鬼、跨境組織三者搭家，原有防線就會出現裂縫。機會在於社會可以借此重新檢視金融機構與找換行是否應該更積極介入客戶安全安排，而不只停留在收到錢換錢的角色。警方與區域夥伴能否建立更精細的風險預警系統，在罪案發生前已對異常模式有所感知？公眾又能否理解，當我們要求更高安全時，往往也意味着要接受更多透明度與監管，而不是一邊抗拒被監察，一邊期望永遠有人在背後保護。最終5800萬日元只是數字，真正值得我們記住的是那短短幾十秒裏，一個人被撲倒，一個背包被拖走，背後牽動的是不同國家的制度、不同城市的想象，以及每一位在現代社會中處理金錢與風險的人。我們或許無法阻止所有搶劫，但至少可以選擇不再活在過期的安全幻象之中。多謝大家收睇歡樂世界。呢單香港5800萬日元搶劫案，表面係一個街頭故事，其實係一面照向我哋成個城市、成個區域、成個時代嘅鏡。你又點睇現金、安全同制度之間嗰條界線？如果你都有唔同角度、唔同感受，記得喺下面留言同我哋分享你嘅睇法。鍾意今集內容，記得訂閱、點讚同分享俾身邊朋友。下次再同大家一齊拆解更多社會熱話，歡樂講，認真諗。再見。